你而家睇電視都睇啊，美國試緊咧，啲車唔需要司機嘅啊，佢自動識行，知道邊度撞到人啊，或者點啊，探下。我咁聽啊，大陸你聽過嗰個黃建林最有錢嗰個人啊？佢而家咧，佢有5000幾個商場，佢而家已經 test 緊。但係你車開到商場咧，你未到商場，你知邊個位，你已經可以喺個手機一撳 book 咗個位，去到佢嘅商場咧，佢自動你架車啦就會走入個泊車位，唔需要揾。係啊，你話係咪個世界即係好快啊？我哋見到就係呢個係科技世界，即係你睇嗰個科幻片，樣樣嘢經過手機撳幾個掣就搞掂。呢啲嘢盼望做得到嘅，唔係想像嘅嘢嚟嘅。嗱，啲車去到邊度？前幾日咁咪有個人咧，幾個南亞嘅人偷一個人成幾百係咪50萬手機嘅，即刻俾警察佢個 GPS 系統啊咁咪即刻警察跟蹤得到啊！嗱，呢啲嘢咧就係頭先我話嗰個感應器，嗰個感應器咧好似一粒米咁細，可以裝落任何嘅嘢，佢係可以網絡跟蹤得到。咁呢啲係商機嚟喎，你唔好睇小呢樣嘢。咁你諗下，你盤生意點樣可以引入呢啲？好容易㗎啦嚇！若果你想揾我哋幫助，我哋呢度有好多個專家嚇。嗱，呢個你諗下，第日搭車好方便啊！你見唔見啊？佢已經香港而家有啲站已經有睇到架車幾時嚟啊？明唔明啊？第日咧，佢而家仲未將佢電腦化，呢個咧可以電腦化。我一陣有個片 show 俾你睇，搭車都好方便嚇。嗱，呢個就係講下工業4.0。工業4.0即係第4代，第一代就係蒸汽發力，即係英國人嗰陣時將佢工業化咧，叫做第一代。第二代咧將佢電氣化嗰個時候，我哋叫第二代。第三代咧就將佢 automation， 即係佢自動。嗰陣時係講緊90年代，美國啊跟日本仔合作，好多工廠佢係自動，但係自動仲係唔掂。係最後咧，我哋而家就係叫做智能化，將個工廠智能化。我亦都有套片德國俾你睇下，即係人哋點樣工廠咧，點樣智能化嚇。呢樣嘢好犀利喎，諗住嚇。香港都做緊嚇，係啊，內地仲犀利啦。內地快到不得了。係啊。呢個幾時到呢個站，即刻可以睇到。係啊，我頭先就。香港都未有。嗱，呢個咧智慧工廠咧，隨需要而知，即係今日我就10個平台都可以生產。頭先咁咪講咗我哋一間最 high class 嘅西裝嘅公司，佢全球就係攞嗰啲訂單同客人度身，然後72小時就做好送俾你。咁啊，隨需要而進，因為成個工廠好智能，需唔需要咁多人？換一個話講，好多人好嗱，而家嘅工作咧，唔係而家大學生畢業可以做，因為佢點解好多大學教授都冇跟上時代，佢自己都學緊呢啲嘢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有仔女咧，點樣讀書，你就唔好寄望佢，你要叫佢即係跟大陸咁呢科即係跳躍式、跨躍式，唔係佢會揾唔到嘢做，因為佢畢業就係失業。所以你而家全世界點解咁多大學生畢業就係失業？歐盟好犀利，10幾個%，希臘仲犀利，30幾個%贏喺度。啊，中國啊比較好啲，因為政府成日喺度諗計仔。咁香港，如果你知而家好多大學生畢業都係揾唔到嘢做，呢個又係一個危機。點解揾唔到嘢做？呢個故事同我講咗俾你聽，追唔上。佢畢業啲嘢學嘅嘢已經追唔上時代。嗱，
做物聯網頭先我講啦，你俾咗個 sensor，然後經過個互聯網或者 mobile 即係流動網絡咧，你可以追蹤得到，產生好多數據。咁嗰啲叫大數據時代，亦都係。如果你個仔畢業係做呢啲嘅，哇！你前途無限嘅，識嘅人好少，但係社會需求好大，無限大。嗱，有幾樣嘅，第一就應用層、網絡層、感知層啊，呢啲第日有時間再同大家研究下。咁機械人又係有，機械人有好多，所以而家內地嘅國策又係大力投資好多錢去搞機械人。冇辦法，第日打仗啊，唔需要人嘅，機器去打嚇。呢啲已經係工廠做緊。而家大陸我講俾你聽啊，阿里巴巴11即係光棍節咧，雙十日係幾千萬嘅生意，佢5日所有訂單送晒。你要人做係冇可能，冚唪唥都係用智慧咩啊？佢識執個訂單，將個匯總，然後 consolidate， 冚唪唥都係智慧。頭先我都講，你借錢唔需要經人手，佢已經將個資料庫電腦識得計，呢個人信得過，呢個信唔過，唔好借俾佢，明唔明啊？全部都智能化。嗱，機器人會滲透喺我哋每一個生活。而家內地都有啲飲食業咧，機械人去送嘢㗎嘛，見過未啊？睇電視都有啦，佢送到你前面，然後你喺佢個機器嗰度攞埋位係得㗎，已經做緊㗎喎，大陸用緊好多㗎喎，好多網上用緊㗎喎呢啲機器人，咁會喺各行各業啊會用。譬如而家醫生咧，我唔使去現場，佢要戴個手套咧，佢可以經幾千里幫人做手術，因為嗰個機器咧佢可以控制咩咩，幫啲人做手術，係行得通，做緊好多年。嗱，Band 3.0呢個紅色嘅你要知，即係而家係隨時隨地銀行嘅業務，我係冇辦法去銀行排隊等嘅。Band 3嘅無時不在，譬如我夜晚諗下我爭人錢或者點算咧，你撳幾個掣睇下借唔借到錢，即刻可以搞掂。所以銀行咧做銀行嘅，若果有仔女做銀行嘅，要教下佢點樣轉型啊！嗰啲飯碗好快冇得食㗎，3到5年。所以 debate 頭先我嘅數據同埋講咗，好多銀行要執笠，分行就落街咯。嗱，呢個係講阿里巴巴，其實阿里巴巴業務係好廣泛，佢而家嘅生意即係市值係超過美國 IBM 咁大間公司。佢阿里巴巴啦，有支付寶、淘寶，有天貓。天貓就係 C to C 啦，呢個係 B to B 啊 ，B to C 明唔明啊？咁譬如我係供應商，我要資金有問題，你又經過阿里巴巴可以借錢，呢啲啊可以借錢，即係呢個阿里 Finance 啊，呢啲譬如你購買想買嘢冇錢，又可以問阿里巴巴借錢，全部都係 automatic 自動化嘅，唔需要經人。呢啲大陸做緊嘅喎，你話我哋香港係咪好落後？非常落後，所以好多香港人仲戇居居，成日喺度搞嗰啲鬥爭自己社會落後好多，就深圳已經超越我哋好多。嗱，呢啲睇到大陸集資，因為大陸點解發展得咁快？因為政府放手俾大家搞，當然會出事啦。所以呢2年咧。有幾個集資咗百幾億嘅走佬就係咁解，即刻而家國家就去整啲法律去規範佢咯。嗱，呢啲唔知你睇過未？有啲人可以買俾爹哋，譬如 monitor 啲盒啊，已經好流行㗎啦喺外國。即係譬如我身體狀況點，譬如我想睇我爹哋有冇問題，我可以經過個手機，佢
佢只要帶上呢啲嘢，我全部清楚晒。嗱，時間有限，呢啲係講智慧城市係做緊嘅啦，好快實現已經有㗎，有啲已經行緊嗰套嘢。智慧城市中國亦都有百幾個城市做緊嘅。你諗下喺倫敦，呢個係講新加坡，拍萬都經過手機一目了然。你要搭嘅車幾多點鐘有車點啊？全部倒垃圾都喺智慧城市咧。譬如舊年都係哇，有咩命案你去抄垃圾唔需要㗎，但係你知道啲垃圾都去咗邊個堆填區嘅，邊架垃圾車，全部都可以跟蹤，因為佢有個 sensor 啊嘛，明唔明啊？譬如呢個 sensor 倒咗去架垃圾車，佢一上網全部一目了然，呢啲叫做大數據。嗱，第日呢樣嘢仲恐怖，譬如佢照咗你啲 video，我知道你心跳幾多下，佢識得分，明唔明啊？嚇，呢樣嘢亦都係好勁嘅，但係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因為你做嗱呢個亦都係好重要。嗱，以前咧，呢啲係講全世界有幾多部大型機嘅。你知啊，我哋而家手機咧已經係等於嗰個年代6007年代一個超級電腦嚟嘅。而家我哋用緊嘅手機嘅幾犀利啊！咁最緊要我就希望你注意到呢度咧3至4年係成個大浪嚟緊，好快，明唔明啊？呢個你睇下嗰陣時我喺美國讀書係76年到我85年畢業。唔係82年畢業，去南部教書，然後去 IBM 做咗嗰陣時比較慢，但係而家已經係唔得㗎啦，好快呢個巨浪3至5年咧，一定到處睇得到。Big data 頭先講啦，好多大數據仲有咧每一個行業嗱，呢個就幫你啊，你嘅行業想轉型。航空業、飲食業，任何行業都係要行呢個方向。你唔行呢個方向，一定執笠。譬如講個故事啦，而家飛機咁多，佢每一個部件裝咗個 sensor，佢知道幾時要返廠維修，佢有電腦 keep 得到，呢啲嘢都係大數據。嗱，呢啲花時間同大家講啦，即係物聯網咧。智慧終端啊，萬萬都可以經你個手機去安聯，好唔好聽啊？呢啲你大家可能見得到，呢啲萬萬都物聯網，我裝個 sensor 落去就得㗎啦。譬如好簡單，你怕你個仔女遺失好細個咧，你俾佢裝個 sensor 落去，咁隨時俾人拐咗，你知道佢去咗邊度，明唔明啊？呢啲好容易做得到。呢啲唔係話發夢。嗱，咁講下，我哋4個人點樣幫到大家啦？嗱，一陣阿高生咧就會講點樣幫到啲企業，點樣去集資啊、上市嚇。咁我哋另外3個咧就可以做呢啲企業培訓啊，或者公司轉型啊，可以幫到大家。嗱，呢啲冇時間講，因為講個商業模式咧好重要。你做嗰盤生意嘅商業模式點樣賺錢，對客戶點樣咧？我只可以 show 你2個 PowerPoint，好快。係有個9個架構，你一定要清楚。第一就對客戶，你自己嘅對客戶嘅價值喺邊度？然後你嘅通路、你嘅服務或者產品點樣送到客戶裏邊？咁呢啲我哋可以幫你做分析。因為好多人咧搞咗幾年生意，搞唔得大就係咁啦，即係冇諗嗰個。另外5個範疇亦都講晒俾你聽，點樣你嘅收銀、你嘅最主要嘅資源用同埋。成個公司最關鍵嘅活動係咩嚇？你有冇 partnership 啊？然後最後你嘅 cost 嘅結構係點？因為冇時間同大家講咧，
我就 highlight 啊，其實任何生意都 fit 落呢幅圖，呢啲你客戶面對嘅，咁你收佢嘅錢，呢啲係你嘅 cost， 你成個 cost。若果呢兩條數做唔掂，生意好難維持落去。嗱，唔緊要，我呢啲會擺上網嘅。咁最後就一個 spreadsheet 幫你間公司睇下呢啲嘢。咁最後啦，要完啦。嗱，呢個就阿里巴巴嘅網站，因為時間有限啊。一陣完咗咧，我播呢度片俾你哋睇下。你睇完啲片咧，你就會真係驚歎，哇！社會嚟得咁快，變得咁快，好嘛？嚇！咁我一陣剩翻有時間，我播呢條片俾你哋。咁我將時間交俾高生講最重要嘅嘢，即係你公司咧點樣去集資啊，同埋點樣可以做好佢。阿高生。